走啊！不是，你做的可以，还结婚吗？哎，小天，是不是快要刑警队了？那是你一生的梦想吧？啊？不要乱说话。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。Give me 5. Yes。不是你们可真乐观，没见刘所刚的脸色啊？怎么了？所长，谢谢你。各位，我在这里也谢谢你们。我觉得没什么好骄傲的，也没什么好夸赞的。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呢，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还有，我觉得比起我个人的荣誉和嘉奖来说，我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集体，我们这个集体的成熟和进步。金小天，请不要打断我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务。姓名金小天，籍贯是上海市黄浦区，年龄25岁，职务是霞浦路派出所警员。跟我们去支流市。金小天，快点！金小天同志是吧？是。有几个问题得给你核实一下。好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如实汇报。昨天晚上7点45分，师傅，这就是昨天最靠近那几个人的小通知吗？监控显示，黄鼠狼在抓之前，他和这几个人有过短暂的接触，而且这小孩子啊，私自上楼，参与着对黄鼠狼的追捕。7点45分你在哪里？7点45分，我应该是在大堂附近吧？你为什么离开了自己的岗位？不是，我看到有可疑人物，所以我就跟踪上去。在离岗之前，你是否有向上级汇报和请示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汇报和请示？我想自己先判断清楚，我怕自己贸然请示的话会打乱整个行动计划。你是否有对你的发现保存证据？我有进行拍摄取证，但是后来被他们发现。他平时表现怎么样？干劲儿足，能力很强，不过有些冲动。唉，有些事儿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可以教。就是说，师傅，你让普通公民亮子一会儿看看反应，行吗？好，是有关可疑分子证，对吗？你先等一下，换个人跟你谈。冯队，刚才记录的给您。不用看了，忙你的去。是。站起来说话。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坐。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刑警。再问你几个问题。
你当时为什么要去追黄鼠狼呢？我看到他跑了，我就从另外一条路绕过去堵他。你是觉得没有你，他就得跑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不能让他给溜了。冲上去的时候怎么想的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想堵他。那你就不怕？怕，怕你还敢上？怕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要小心，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技战术素养非常有信心。你当时见过那几个人是什么样子，还能记得吗？记得。一共有5个人，我一个一个说啊。第一个人，身高差不多1.75米，很瘦，他的特征是在左臂上有一被刀砍过的白色疤痕。第二个人，身高差不多也是1.75米，身材中等，偏分。第三个人呢，身高差不多1.72米，体态微胖，鼻孔很大。第4个人身高跟我差不多吧，应该是80左右。我跟他交过手，所以我知道他的身手很好。第5个就是他们为首的了，他的特征比较明显，他是里面身高最矮的，差不多70左右，眼睛很大，头发花白，最主要的是在他的左眉毛上有一个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疤，有点像闪电的形状，闪电一样的疤痕，就是歪歪扭扭的那种。你当时跟他们有什么接触吗？我当时偷拍了他们的视频，结果被他们发现了，那几个马仔就冲上来要搜我的身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证据给转移了。但是后来刑警抓捕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他们并不是刑警要抓捕的目标。那几个人看到刑警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太夸张的反应。现在见到他们，能认出来吗？那一定能。好，现在你先去跟我们去画像，尤其是要把那个闪电的疤痕给我画清楚。是。师傅，师傅，人我就带走了啊。希望小田在你的指导下茁壮成长啊！师傅，借调通知呢，回头我送到派出所，正好我也顺道尝尝师娘的手艺啊。哎呦，快滚吧！就不，谢谢。小天，什么情况？你刚刚挨骂了没有？小跳，怎么了？收拾东西干嘛呀？是啊，怎么突然收起东西来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，小天？小跳，就趁这次多休息休息嘛。啊，加油！哎，各位，如果你们以后想我，就去缉毒大队找我。喝口水，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没什么，网上瞎逛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也下载了楚之汉的这个 APP 啊？你认识他？他还需要认识吗？他是我们沪上排得上号的钻石王老五。听说最近刚从海外留学回来，这又高又帅又有钱，那简直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不过我看他不是个创业的料，他这 APP 估计也快完了吧？哎，那你知道他平时会不会像普通网友一样在下面留言呢？当然了，质量高的帖子和照片他都会亲自点赞呢。哼，不过你猜他网名叫什么？叫什么？
万水千山，是不是很闷骚？确实有点儿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还有报告要写，你先自己逛啊，我走了。跟你们老大说一声，我这房租这2天就交啊，让他别着急，好吧？我们一定尽快啊！哎，来了，跟龙哥说一声，这2天就交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boss，你找我啊？哎，你去问问物业，我们交这么多房租是干嘛了？啊，让我们蒸桑拿呀？这不都拜您所赐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您看咱原来多大的产业，楼上楼下2层，上千平米。那楼下车行也是咱的吧？现在呢，车行您盘给您朋友了，就剩这楼上3间办公室了，房租还没交。那也不至于给我们停空调吧？楼下还做不做生意了？您还说呢，人楼下找我好几回了，要不是您朋友早跟我急了。刚才我还跟人解释呢。账上还有钱吗？给他们打过去吧。不是，有没有钱您不知道啊？就咱那 APP， 要流量没流量，要大数据没大数据，要广告没广告，自然也就没收入啊。钱，你别跟我谈钱。我们现在做事业，谈理想，谈什么钱？说白了，就是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根本看不懂我们做的这个慢生活的东西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觉得这个观念马上就要改变了。哎 ，boss， 那咱这月房租甭交了啊，您去找物业，跟他谈谈您的理想。反正我跟人家谈，人家肯定不会在乎我的理想。要再不行，您把您的最爱卖了，咱换点租金。我卖了你，也不会卖他。那个，冯队长，开会吧，啊。都到了吧？好啊，同志们，逃窜多年的黄鼠狼已经被我们抓捕归案了。这意味着，我们部署2年之久的302收网行动顺利完成。此人呢，常年在东南亚各国流窜，跟几个贩毒集团都有牵连。对于这条大鱼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深挖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。另外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。罪犯是不会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好好睡觉的。希望大家呢，再打起12分的精神，能不能？能。我在排查这次行动视频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人。经金小天同志做的画像确认，他就是胡志辉，代号辉哥。他就是20年前那桩特大贩毒案的嫌疑人。可惜，当时由于主要的证据不足，只判了他20年。最近呢，
刚刚刑满释放，刚刚出狱，就出现在了这次的拍卖会现场，应该不是一个偶然。所以，对于这次的拍卖会，绝不能轻易的放过。这个辉哥很嚣张啊，能让他亲自出吗？这东西一定很值钱吧？在拍卖会上，最贵的东西卖了多少钱？是楚鸿飞的一幅成名作，拍了850万。英子，你查一下，看看是谁把这幅画给买走了。是一家叫得力的财务公司，老板姓赵。看来我是需要去会会这个赵老板了啊！小马，到时你跟我去。是。啊，这是呢这次出现在拍卖现场所有人员名单，一共400多人，大家要逐一排查，人手一册，啊，分头去查。散会了。彭队，那个胡志辉能不能交给我来查？辉哥先不要动，你负责排查这份名单最后5页的人。啊，行。冯队，你的眼睛很好奇吗？我把你请到这儿来，不是为了排查我的眼睛吧？啊，是。对不起，冯队。你怎么不开灯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吧，我走了。倩，你明天去那家拍卖公司打听一下那个买家是谁，然后联系他，把那幅画买回来。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吧，买回来。好吧。哎，你这服务生怎么回事？你走路你看着点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没关系，走了。